今朝一早衝咗去威尼斯人金光會展，好彩趕到 Beyond Expo 2026嘅尾班車。今年主題係 AI 索食共生，一入場呢個必打卡嘅巨型彩虹燈牌，高科技感已經即刻拉滿。不過全場最矚目嘅絕對係人形機械人天團，好似呢隻智平方機械人，戴埋帽，住黑圍裙，手指同關節靈活到有啲驚人。睇住佢真係可以想像到，以後去咖啡鋪幫襯或者喺辦公室，可能隨時都係有佢哋服務。另一邊重型機器人嘅 Engineer T800直情擺出打拳 pose， 力量感同未來感爆棚，地上面仲坐住兩隻，成個場景直情好似將科幻電影搬咗入現實。依家嘅 AI 已經由電腦屏幕行咗入現實世界，準備改變我哋嘅工作同生活。今日快閃一圈，吸收晒最前沿嘅科技資訊，真係不虛此行。如果俾你揀，你最想請邊一隻機械人返去幫你手？留言話我知啦。